台中雾峰亚洲大学种200多丛的阿婆乐，台语叫做黄金河，即马正在大开，加上这个红红花嘛咧开花，讲规个校园是有够水。一罐一罐金色的花吊伫树起，和青色叶花互相斗搭，远远看过去，就亲像是伫咧放炮花。即摆是5月份，当时黄金河开花季节，溪水比例甲学校是增塔甲水当当。这个季节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还有加上那个凤凰花盛开，呼应之下就形成一个漂亮美丽的特色。亚大是很漂亮的校园。边沿几200公尺的宽校步道，种200多丛的黄金河，互老师学生行伫咧学校遮，心情对咧放轻松。这边大概有200多棵的阿伯乐，就会整个盛开，所以在这边走环校步道还蛮漂亮的，很多游客也会特别来。除了光艳艳黄金河步道，学校内底红红花嘛热情开花，花蕊红叶色水是真显白，互游客嘛真爱来遮行踏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